這款它配備的是全兼容的高速 Type-C 接口，歐盟標準，可以直連手机，或者是像一些平板，只要你有這種 Type-C 接口的，就可以直连，全链路兼容。看一下我的佩戴方法，这个可相对那种直接线上带一个麦克風呢，這收音效果不是一個等級的，能讓你的收音效果上一個檔次。再看一下單元，使用鋁鎂合金振膜，好處是可以減少分割震動帶來的失真。它相較於那種塑料的薄膜，音質有更高的表現，並且可以讓聲音更加的豐潤，動態範圍更加的足。不論是聽歌還是作為遊戲耳機來用的時候，都有提升。尤其像我們玩遊戲的時候，可以聽到更多的細節，比方說在一些槍戰類遊戲，可以清晰的聽到腳步聲，並且它的槍聲也不刺耳。它是有內置專業遊戲聲卡的，直接可以設置它的音效，腳步聲音更加的清晰，並且聽敵方的槍聲、方向感和腳步聲更加的清晰。支持一鍵切換，它擁有3種不同的音頻風格，也支持 EQ 調節，還有專屬的網頁 APP 驅動。使用的鋅合金腔體，除了使得它看起來有質感以外，也可以避免變形影響聲學結構，還能減少外部的電磁干擾。採用可以插拔設計，非常方便更換線材。這個好處是什麼呢？比方說我們在戶外想用的時候，上下班通勤，你想把它當做一個聽歌耳機來用，你覺着在外面帶着一個小麥克風可能很尬呀，是不是有這種感覺？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換線，換成普通的線材來用，可以隨便的找一些像這種類似的沒有麥克風的這種線材來使用，非常的方便。好處還有就是它如果這根線你將來是真的老化了，可以方便替換，不像有些可能不能替換的，你可能就懶得換，把這個耳機整個就報廢掉了，變相的延長了它的壽命。這根帶的線材我試聽了一下，效果還是挺好的，非常的夠用，而且也很結實耐拉，聽歌也沒有聽診器效應。它上面帶的這個麥克風是360度收音的，並且支持 AI 降噪，像我們玩遊戲或者接打電話的時候，可以使我們和隊友以及對方溝通的時候，語音更加的清晰，人聲更加的好分辨，增強我們的人聲，降低背景的一些雜音。這款麥克風它採用的是利維坦2代上同款的耳機，擁有 AI 降噪功能。像我們比方說在寢室宿舍玩，或者說一些嘈雜的地方，背景音很亂，你這邊很亂，很難讓對方聽到你說話，你把 AI 功能打開，它就只會收你自己說話的聲音，然後通過 AI 把後面的背景聲降低。這款它還是支持 APP 網頁驅動的，在網頁驅動當中，你可以一鍵的開啟一些主播分享的同款音效，我們也可以自己自定義調音，即插即用，不需要額外的解碼器。在 EQ 調音上，它支持8段的調音，更加的自由。耳機的內部採用的是鋁鎂合金振膜雙齒路結構，鋁鎂合金的塗層可以使得振膜更加的輕，並且聽起來更加的有剛性，降低失真，使聲音更加的自然。它的耳機接口是使用最廣泛的、最標準的 0.78 接口，現在非常容易的找到這種接口的線，隨隨便便的找就可以找到，或者說你之前有老耳機，大概率你替下來的線也是這種接口的，你也可以把它替換成 0.78 接口的 3.5 外金科技插口的線。開箱加種草我們就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期再見。